自2026年8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炮声隆隆中间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何西阿书第10章第1节到15节，现代第一版圣经。何西阿书第10章，以色列是熬生炭。熬结果子的葡萄树，果子结哪多，祭坛就起哪多，土地出产哪丰富，石头上就做哪水。因的心开早，一定着受定罪。上主要拆因的祭坛，毁因的石头上。迄时因话讲：阮无王。阮无得惊上主，有王伊会当替阮做甚物？因空喙保质，南山咒詛立约，因互公义变做不义，亲像荒郊的毒草四过生炭。约阿文的牛仔上受毁坏，撒玛利亚的住民惊吓。为着牛仔上哀伤，因的祭司悲哀，因为金牛已经失去阳光。因的牛仔上为互人扛去亚述，做礼物送互亚述大王。以法莲为受凌辱，以色列因为拜偶像见笑。撒玛利亚的王为消失，亲像水面的茶油啊。阿文的山头段，以色列犯罪的所在，会受毁灭。遐个祭坛会互刺皮甲即个砍满。人民会对大山讲：甲阮扛起来；对小山讲：甲阮提倒来。以色列啊，恁对基比亚事件以来，继续伫犯罪。恁继续得罪我，想讲伫基比亚攻击犯罪的人的战争袂临到恁。我一定会来刑罚这个犯罪的人，因犯相同的罪，列国会组织来攻击因。以法莲是好教的牛母，爱轮五国。我将胆挂伫伊水各样的颔管。我要互以法莲拖车，互犹大累残，互雅各背上残土。为着家己开垦耙远的地，种公义，受阻碍。现在是祈求上主的时，以来的时，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互恁。恁种邪恶，受罪过，食白菜结的果子。恁挖靠家己的溃烂，可惜恁有真侪勇士。所以战乱的喊法会临到你的人民，你所有的堡垒会互人拆毁，亲像亚述王沙利班伫战争的时。拆毁逼阿比勒，迄时老母甲因的囝儿拢会互人杀死。逼得利人啊，恁做大恶极，会拄着上款的灾祸。天一个光，以色列王就会受消灭。伫炮声隆隆中间，1958年8月23日。金门的天顶受密集的火光拆裂，伫短短2点钟内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弹若落予一般摒舍内，将这座岛屿拖入长达44日的死亡炼狱。咱伫今仔日读何西阿书第10章，感受格外深刻。伫何西阿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上款处踮极度的政治动荡中，
因亲像随风摇摆的芦苇，一下依附亚述，一下求助埃及。因以为只要有强大的军事防御和政治联盟，就算伫乱世也会当享受平安。总是先知何西阿却发出上冷峻的风气，当一个民族失去对上帝的敬畏，所谓安全保障毋简单无法度带来拯救，反倒成做毁灭的隐性。回顾823炮战，表面上是台湾海峡两岸政权的王权之争，是国民党甲共产党两党为着证明自身是中国正统地位地发动，随将对金门土地顶面遐伫炮火中失去肢体甲亲人的无辜者人民来讲，政客口中的宏大叙事与主权坚持，伫血淋淋的相喙顶面显得苍白无力。拄亲像经文所讲，有王伊会当替咱做甚物？当权力的狂傲引发战争，受苦的永远是遐个被要求效忠的平民。伫和平时期，咱常常将希望寄托伫地上君王，可能是某一位领袖、某一种政治体制，也是咱引以为傲的武装力量。823炮战中的金门，处处可见反攻大陆、誓死效忠的标语。这标语鼓着一种虚假的安全感，但是当炮火连天之际，人才惊觉地上掌权者所会当提供的平安是偌尔啊脆弱。先知何西阿提醒咱，以色列人的悲剧在伫无敬畏上帝。敬畏上帝，承认上帝才是宇宙唯一的真主宰，意味看重生命的价值较悬伫土地的扩张。当人失去这种敬畏，就会深化家己的权力，将家己提升到君王的地位。咱也爱反思，伫今仔日的社会中，咱是毋是也拄在塑造家己的君王？咱是毋是以为只要拥有更较先进的飞弹、更较强大的经济实力，就会当保障咱得到永恒？823炮战后来发展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单打双不打，一直到1979年，这场漫长的心理战与消磨战，竟然会当延续数十年，就亲像一面历史的镜，反照出人的积拗。回顾这几年的两岸局势以及金门所扮演的角色，搁较是偌尔啊讽刺。炮火的燃烧虽然刺伤咱的双眼，但是目屎也洗涤咱的目睭，互咱看穿地上的虚假，专心仰望迄位伫战火炮声中赐下真平安的永恒君王。历想，当战火临到，政治标语平塌之时，除了我靠享受平安的永恒之主，也有谁会当伫震动中徛会在？当炮火临到，政治标语平塌之时，除了我靠享受平安的永恒之主，也有谁会当伫震动中徛会在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怜悯这混乱的世界，伫灾祸临头的时，
互阮看重你的旨意较悬政治口号，互真正的和平临到阮的生活中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